射乎？揖然而生，下而应，其真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惠氏后述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时可与言，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自既冠而亡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斯乎？子其长。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民媚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？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之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足疑，为利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故朔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是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树射门，管氏亦树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曰：鲁太师乐。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戏如也，仲之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亦如也，以成。宜丰人请见，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见之，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商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八佾第三。孔子谓季氏：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以雍策。子曰：将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
人而不仁，如月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与其奢也，宁俭；商与其易也，宁戚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既是履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如夫能就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真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眉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惠氏后述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时可与言，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自既冠而往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斯乎？执其掌。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子曰：无不欲济，如不济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民媚于赵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或坠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题，谓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布硕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。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数射门，管氏亦数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好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太师乐。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细如也，众之纯如也，矫如也，异如也，以成。仪封人请见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见之，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桑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
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庐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赠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宫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早拴羽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明。弟子沈同修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
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岛，世所至岛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圣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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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点传师晚安，各位灵任晚安，各位前贤大家晚安。后学导读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晚安。好，感谢王片讲师为我们导读，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哦，晚安晚安，感恩啊，感恩前贤慈悲，梁灵任晚安，组长晚安，副灵任晚安，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感恩护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啊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护灵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晚安，周前贤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，杨前贤晚安，晚安哦晚安哦。